近日有一則消息刷爆社交圈，廣州珠江新城馬場靚地經過超200輪嘅激烈爭奪，最終一間國企溢價26.6%拿下，樓面地價衝到8.54萬一平，刷新廣州土拍紀錄。馬場呢次拍地其實揭示咗一個樓市真相，無論市場點樣波動，核心地段加頂配資源加連片開發嘅資產，永遠係資金追捧嘅對象。你可能會諗到大灣區其他城市嘅標杆地塊，但係仔細拆解，你會發現佢哋都缺少咗一個關鍵變量：多城跨境融合帶嚟嘅流量乘數效應。珠澳人工島就係咁樣一個不可複製嘅國家戰略節點。相比其他區域嘅開發，呢度嘅資源唔係分散㗎，係灣區一體化嘅接口。數據唔會呃人㗎，啱啱過去嘅新春假期，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過60.2萬人次，同比增長12%。港澳單牌車單日通行量首次突破2萬台車輛。再睇兩個機場，香港國際機場2025年客運量達到6100萬人次，澳門國際機場去年旅客量亦超過752萬人次。呢兩個機場每年嘅客流全部要通過港珠澳大橋進入內地。而家呢個人工島上唯一在售嘅綜合體項目就係港珠澳未來城。首先，佢係口岸上蓋物業，步行通關超方便，8萬平方米嘅口岸天地商業已經開業，行過去就係人氣口岸商圈，繁華即刻享受。成個項目係120萬平方嘅灣海超級綜合體。萬億央企中國人壽傾力打造，總投資超8億元，規劃有酒店集群、濱海商業、國際辦公室、國際會展中心、TOD 綜合交通樞紐。成個項目70%嘅面積用嚟做配套服務，只有30%係辦公業權，意味住你買到嘅係成個口岸嘅稀缺資產。酒店、商業、會展、交通樞紐全部圍繞住你。口岸人潮就係錢潮，無論係度假、收租，都係大灣區嘅絕版選擇。喺樓市回暖嘅大趨勢之下，資產就要揀最稀缺、最不可複製嘅。港珠澳未來城口岸島唯一在售，坐擁3地樞紐加8萬商業加無敵海景，無論係地段、配套定係未來潛力，都係大灣區嘅壓艙石。睇準時機，把握先機，你仲等咩啊？